後面咧就係維多利亞港煙花海景。我哋會睇個858尺3房單位，有裝修。咁大個客飯廳，呢度咧仲有埋個石台，我覺得都幾靚㗎。仲有埋儲存空間同展示櫃。入戶玄關仲預備咗鞋櫃 ，U 字型嘅台面用起嚟非常之就手，亦都預備好姐姐房、洗手間。客飯廳同2間房嘅景觀同樣都係望住維港海景。第一間睡房亦都預備好床，仲可以望到維港嘅煙花海景，亦都有晒書台、衣櫃。第二間睡房一樣，放到床，放到書台，放到衣櫃。主人套房一樣望住維港嘅煙花海景，亦都為你預備好衣櫃。主人套房嘅洗手間，